在那久远久远的时代，有着穹窿映成隽永的传说。湛蓝的西藏，这里有着地球上离天最近的地方，有着虔诚者用身体丈量、五体投地而朝拜的神山圣湖，有着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和修行方式。终年不化的皑皑雪山，孕育出了世界上最古老而神秘的象雄文明。西藏注定就是人们心中一个永恒的谜。怀着无限的好奇，今天的我们究竟如何才能接近这个古老文明的真相？这一切仿佛都是一个遥远时空的影子和回响。雪域西藏的一幕幕，如同电影蒙太奇画面，时时会在熊噶玛坚参的脑海里翩跹。数十年对象雄文化的苦苦追寻，早已让生于斯长于斯的熊噶玛坚参，将自己的故乡西藏阿里视为自己的灵魂归宿。他的血脉已经深深地植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熊噶玛坚参，象雄文化发展协会秘书长，西藏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象雄文化发展协会驻拉萨办公室主任。很早以前，他就开始致力于古老象雄文化的抢救、研究、保护和发展工作。象雄源于冈底斯的人类古老文明。中华象雄古国是古代横跨中亚地区及青藏高原的文明古国，历史上曾称它为羌童、羊童，其影响曾经延伸到今天的中亚和西亚与古波斯。随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象雄文明的深入研究，更多关于象雄这个远古文明的印记渐渐清晰。而今，中国古象雄文明以其悠久灿烂的历史，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2013年7月，象雄大藏经汉译工程已经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2014年11月，象雄大藏经汉译工程正式被列为中宣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藏经是可以说是象雄的文化的根，也是我们西藏文化真正的根源。我们逐步的去了解这个大藏经的时候，才发现当时象雄的很多风俗习惯，比如说工艺方面，他就讲很多的比如说建寺庙的、建坛的，然后做房子的，包括我们做衣服，这些各方面都要它的尺寸都是讲得很细的。大藏经不仅是一种佛学，而这里面也有就是哲学各方面的，这是可以说是我们一个佛学的百科全书，也是一个西藏文化的一个活字典。生根活佛，中国象雄文化协会主席，中国古象雄文明研究会主席，国家重点出版物《藏文大词典》编委，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在海内外弘扬中国象雄文化以及象雄大藏经的研究和中国古象雄文明的挖掘保护工作。因为这个象雄大藏经这个说起来，它是
项雄就是从第一国王，设计夏日节，就是相当于设计夏日节。我们从历史上追溯的话，它有18000年，18000年，在项雄地方就有了一个这个大藏经，然后之后在项雄整个国家，就是他学习的，学文化的、学知识的、学佛学的，各方面都是唯一的一个教科。如何才能真正穿越象雄古国，走进藏医药的精神内核？噶玛坚参有着自己的见地，是独特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不断实践，逐步孕育了藏医药文化的精华。它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从每一个细微的事物入手，都能够剖开这枚神奇果实的一个侧面。象雄古国的祖先们在与自然和各种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积累和掌握了丰富的自我保健和治疗各种疾病的方法。为了印证自己的考证结果，噶玛坚参找到了自己的老师噶玛次成。OK 了，来。那么别提是的，老多，나간 들 디스르데 들兄弟嘛， 들 형들이 컨트 메테레 이탈리아로 도래 제기나 나서 킹 다쪽선한 정설에 어이다 대장 진리나 보도 빈바 니자도 있으면 나오래 줘 남시지나 남시고 당 철학반 피야 당연히 나스 하도만 잡아던가 나스 너 남 밥에 치버래 치고 다 대나리 참고 이유 그다음에 딱딱한 레니도 봐줘古象雄王子幸饶弥沃的母亲和他的师傅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藏医。幸饶弥沃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和研究发现，任何事物都包含着4种元素，即土、水、火、风这4种最小的分子。你这个当地呢，但你这些的那你还没给的。这里我们都用的那里那没大家跟上那的这3些那的，9些那的，你这样的你这，我这边呢还没给都想象cấp件别给明白吧，真正我们做天上真正是多的，大的人我都没同样的呢，你这个当地，第那里呢大레트다 아루다 바루다 쭈루다 디지오테 티나 정도라 따티니 헤마나 티톨 자득 자그리라 자득 다리나게 단데 다는 학바르게 등상 샤네 티 나단데 숙천번도가 딜레 템비게 티톨라나 댕가 만족게 저당도 마송 티톨라나 생된 캔데 잡나 또세 자득데 요제는 티야오리 접단도라 티 자드 아니 트레인 간도 있는데 this thing can job go dimchen cherson tambe maje korang be jeba das de living adantina ni bedroom but da dini tege chik da tigi nadal ro de an tanung di singding job na te sa tanung nuwa di be ya oli zo dan do la 西藏最早流行的一种医学叫本巴医学，本巴医有着一套纯正而系统的医学理论。这部书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4部医典的宗源书籍之一。节布赤西广传医疗4部论，广医天下百姓之急，并著有《毒药疗法》等著作。这充分说明了本教医学的兴起为早期的藏医药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直到今天，传统藏医药里面依然有很多沿用象雄名词的药品。다당한 주지단들이나 다체나 강가 직관인도가 상님만이 향중갑게 때 향중금 범시다 나한테 주지니 나도가 직관인도 때 디갑도 또 수리도 주로라 준니세야 주삼세야 다리아겐세야 다리가한테 디좀데 기타디 콜레티세 아 되게 강가는 힘이 향중갑라 맹티라는도 다당아도 독서 제나 다다 독서 메코티 맹티게 로더라 tinzadun da men xiangxiong gap ge an be go zog ne da ba de na an be men tin ko laglen ge na na re mu thu ne song ba da laglen tar wa da ane zo na xiangxiong gap ge so ar ge be nang don tin na di gap le na ne ge rang jong kham be 탑都接的你们tham几个别的了，操到。在多年对象雄文明的考证中，噶玛坚参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幸饶弥沃佛首先创造了象雄文字，并传授了5名学科：工巧名、医方名、声名、外名和内名。这些学科可以说就是象雄文化的精粹。例如，医方名就是幸饶佛祖为了医治好众生的各种疾病以及心病而传讲的以14万颂4部医典为主体的医学理论，后来逐步发展成了续4部医典。医方名就是医治各种疾病的方法，就是要精通医学常识，世间种种病患4大不调、寒热诸病都要明了病因并通达对治。根据藏族史学家的研究考证，4部医典就是以浩瀚的10万颂4部医典为根据编写而成的。目前已经被称为较国际化的藏医学。우리 디나양 공간은 준비 사연들을 야경 첨부 아 되니베 동바다 매장게이나 카 동두이나 베 카토르고 사제 자첨부 성도 아는 망도 탐지는 베드니 맨주제게讨论了 차진 매 현보인 바다 반주게 바 사다 현난다 향난다 되게는 베 사단 장보 된데 되도 안에도 다 소수게는 되면만 된다 베 시도래 맨주제게 내놓으나 된다 시도래 되게 다 육도게 내가나 다베 샘죽게 내가나 아니 베 매만도 샵진다 마선 휴톱나 무투네나 맨주 맨녀야다 다데 소수게 베 뭐 반적으로 또네 되게 터니는 맨녀야 투야 두비야 나자다야 맨조야 어디 강가는 베 랑도 랑비 제니게 다 나두게 로 그게 사자는 베 야종체하다 각 감바 자두나 되게 강행동 바도 시에 시디 매망게 죽발라 대당이야 그 시디 된지기 더 되는 게 배면데 대도 여러 건설라 된다 정나사 当噶玛坚参一一去寻访雪域高原上留存下来的诸多大规模的遗址之后，他倾听着一个个古老高原的繁华往事，也成为了我们探寻古老象雄文化的一个个有力的佐证。藏医藏药有着怎样的历史传承？而这些是否都和那个传说中曾经存在的象雄古国有关联？故乡栏目继续为您呈现雪域蓝琉璃。在《象雄大藏经》中记载道，当时已经发明了外科手术术后愈合无需拆线的方法，即在手术中使用动物的筋作为缝合线。很难想象，早在远古的象雄就已经有了如此先进的手术方法。《象雄大藏经》中的甘露宝藏4本目，即根本医典蓝本目、养生药典白本目、疗方花本目、治病黑本目中，记录了大量的常见疾病预防和治疗方法，
药用植物的性状和疗效等。藏医体系的形成与象雄大藏经中所展示的内容密不可分，可见象雄医学早已糅合到藏医学中，不仅仅有诊疗方法，也包含有制药手段。那东队呢，啥这个呢？ang tangpo din na ang tangdrak ko din na yak jam kam de ko de ngazu takwa lakpa de ang tangpo men changa tru teni namju na khare jap na tok singa do le yo je de tangdrak to na sa sa ji ko de teni anyawa na men din dong dun ani pa thodo pa tu ka je be den thobla ro do thodo din na ngazu takwa ro to khie ko din za de men din ang thor sung na ni pe ko 야고스면도 아딘자도 맨 토도체 진짜 드니 양맨 동두나 다맨 종역이나 간다 동고면 맨 이야기나 간다 동고면 하는 거도 성조로 디 능인게 배다 맨 종안의 종비를 그는데 배 드니 동부 찹동이 있다 배 약보다 슉처럼 동고 하다 드니 맨 볼비 그때는 아니 랑생긴 지루인스 배 갈리갈리 동고有史以来，藏区就是我国药用植物的一大宝库。青藏高原上具有复杂而独特的自然条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植物资源种类。藏医药的传承起源于象雄古国，是在青藏高原土生土长的传统本巴医学基础上，吸收了大食和中原的医学精华。通过长期实践所形成的独特的医药体系，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我国较为完整、较有影响的民族医药之一。没多跟这个大家个推了。那这样子多，다른 어질다. 매 척도. 매 르제벤데 척도죠. 에다 대지 성탄. 네, 이모라. 이모 나고래. 깔고. 다른 걸 짓세. 아주 좋고. 아주 좋고. 西藏地区常用藏药有360多种，主要来源于菊科、豆科、毛梁科、罂粟科、伞形科、龙胆科、蔷薇科、玄参科、十字花科和百合科等植物。藏药的植物种类虽然很多，但各种植物都适应于不同生态环境，因而分布也不一样。他第清楚，咱们拍这忙些也可能些呢，他当然就注意到的那那些呢，这刚个几个人的话，上面嘛你相信搞个，这第搞的都是都知道了。在敦煌出土的文献中也有记载，传统藏医学的美杂、火球、打卡、放血等的治疗方式，从象雄时期就已存在，而且代代相传，一直传承到现今。当地没讲嘢，没读写字，读写大概呢没。你蛮包是养的那了，买的八路，养的是不讲都是这样的呢。那真的，现在我打真的是养的呢。打那你都叫了忙个么子的，打养的你养这边的关键也，打这边的养都是得你控制天。对，你不认识，打的了，你不知道。你叫啥嘛？那对，你得听不懂。听着，打你，打差就变的呢，你不是打，你跟人都结果他。
那要么这都是的，天天的消毒起来。噶玛坚参第一次接触到这种治疗方法，还是在他小时候。那时他就被惊到了。当自己长大后，看到这些奇异诊疗法的效果，才立志要开始致力于古老象雄文化的抢救工作。了解越深入，就越来越懂得了中国古象雄文明在西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在回到阿里后，噶玛坚参在自己的名字前加上了象雄的雄字。98年开始就转整个藏区寻找象雄文化的遗迹。我是那个最喜欢象雄文化是1992年90到92年期间上那个西藏藏医学校的时候，西藏藏医学院的时候，1990到1992上西藏藏医学院的时候，感受到西藏文化的根是象雄，西藏文化所有的博大精深来源于象雄，所以那时候我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象雄的雄字，以前叫我噶玛坚参，从那个上了藏医学院以后，名字前面加了一个象雄的雄字，我觉得非常自豪，自己跟象雄文化有缘，能接触，能学习，能研究，很自豪。片段化的故事和粗略的表象，无法替代藏医药的精神内涵。当噶玛坚参在雪域高原开始用数十年的时间，去苦苦追寻和研究这藏民族先祖的智慧结晶，这饱含宇宙人生奥秘的生命科学时，它就如同一朵瑰丽的雪莲花，傲然绽放在历史的千年崖壁上，仿佛已经触手可及，却又若隐若现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深处，让人感到既遥不可及又高深莫测。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远古文明将如何揭开神秘的面纱？在这片神秘的高原上，又诉说着怎样的过往？故乡栏目继续为您呈现雪域蓝琉璃。象雄古国灭亡后的公元7世纪，西藏赞普赤松德赞发出诏书，册封了医生13种特殊的权限。从那时起，医生的待遇在西藏社会上得到了非常显著的提高。在藏地，直到现在，医生仍然和上师一样，备受百姓尊敬。就是看这个，这边没吃饭都给听着的。不嘛，他天没声音，没打过。哎呀，你看这是意思，给公务是精神，哎呀，很把老着的。这那个没，哎，3刀不生了，藏医药源于藏族人的生活，也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文化。藏医采用的治疗手段也有多种形式，除了服药外，还有穴位放血、穿刺术等等。这些方法最早就是由象雄古国的先民们开始使用的，至今仍有临床应用价值。朝这个呢，等那个研究给白蛮刚的大，咱们都是的，大龙啊，甚至还能见着。电影中的在抗这个3段中的白大对
当我那在就你话呢没那人没那对面那那边这个那这个到了呢，但是个边这也给收起来的，你什么个到了呢，就不用的。作为藏文化优秀的代表，藏医药已经成为藏民族的一个品牌。它的发展壮大，不仅对传统藏文化是一种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同时也让更多的患者受益，为世界带来福祉。这的没那这空这个热完了，天这个套的这国能的天这热完都这了天呢，那你别这个的。사강 bomba 사강 센난다리 맹강 산난다리 어디에나 아니 뭐 튀니는 다 받는 소수기도 반절 어조되는 대행님이 땅에 예갑게 라보 대샤리 되게는 다 마예랑을 대사리 다 사리 이나 담이 용게 라보 되나 당기 자신만 그 강에다 들어가는 진 깔려 담네 주샬리 우리 대인자들은 되게 로당은 소수기 빼 예보다 약보다 데니베트까지 소수급에 된다 약보다 된다 제되나 아니 대적선은 느끼리 인선은 대자사된 놈이게 만득비 점생이라리 삼는데 소수급 사회권에 답장다도 마도 매니게 되니 되는 망도 비치리 내가 나신게도 추기 잘 당고는 다리 맨기 잘 당고는 다리 되게 있나 되게 치리나从琼鸟的故乡穹窿银城开始一路探寻，古象雄文明的面孔已经渐渐清晰。古老象雄所带给后世众人的文化基因，依旧被世世代代默默地传承着。中国古象雄文明的精髓，早已融合渗透在了喜马拉雅及其周边地域的文化之中。引古文明的敬仰者和朝圣者八方来贺。也正是因为象雄，我们才找到了众多人类文明的故乡，才得以接近神秘西藏文明的真正源头。作为藏民族文化的根基与灵魂，象雄所承载的深远文化价值，将如同一条绵延无尽的大河潺潺流淌。雄嘎马坚参也将用自己一生的时间，在寻觅象雄这条道路上跋涉，无怨无悔，亦无愧。深知天地，秋生也有那不得啦，所望的那三界的西的为的西北送走。